顾总，我已经准备于近期召开一场有关珠宝和服饰的发布会，到时候会请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名模过来展示我们的产品。对，这个创意不错。你们可以找一些网红，甚至可以搞一些选秀啊、直播。不行，我可以来当评委嘛。那个顾总，这样的话人手是肯定不够了。不够可以招啊，你们人事部就是干这个活的呀。招人的时候不光要考虑能力，还要考虑到颜值，因为代表了集团的形象。好，总的来说，这个季度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如果下个季度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各位的能力了，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是那个样子。你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分开，还能在一起？薇娅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就算我们再复合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？顾西城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配不上你的真心。别这么说，是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我知道。刘丽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跟我分开好吗？刘丽，别拒绝我好吗？少夫人，请慢用。喂，小薇啊。傅妍希，你终于打电话给我了你。其实小薇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见个面呢？好吧。好的，老地方见啊。